大家好啊！我跳樓家庭，我今日要講天氣小知識。共伴效應及東北季候風皆因明效應。首先，什麼係共伴效應？第二，假如出現共伴效應，香港天氣如何？颱風與例子總結。好，首先章節一，什麼係共伴效應？章節一，什麼係共伴效應？共伴效應指西南熱帶所及的氣流遇上季候風時產生低空氣流，形成降雨的情況。假如出現共伴效應，香港天氣如何？呢個共伴效應經常指的是熱帶旋繞高壓季風周環複合，導致天氣轉差，出現持續降雨、強風及降溫的情況。舉個例說，當熱帶船的東南氣流相遇，會形成支離大流風雲帶，使天氣唔穩定，降雨機會增加。如果季候風夠強，雲帶被推散，降雨可能減弱。好，降雨持續，東南風被抬升形成雲帶，導致環地區出現持續降雨。強風，熱帶氣流與季風強烈對流會產生強風。共伴效應影響，持續降雨容易造成強風、豪雨，甚至較長的持續性降雨。災情風險，因降雨強度高、時間長，可能引發山洪、土石流等災害。颱風與東北季候風例子。好，呢張係我由天文台網站請我話俾大家。我首先其實呢個勒沙點解勒沙需要先發生個風球？因為當時候勒沙來過呢個位置，勒沙季候風變成，首先香港受季候風影響先啦。季候風影響，勒沙颱風，季候風南下，東北季候風。首先季候風影響到香港，然後變成勒沙影響到香港，所以出現共伴效應。勒沙颱風係改增強為颱風，當時勒沙改增強為颱風，跟住首都減弱，兩三日減弱，跟住佢
最後佢就可能由西南入南往中部上咁嚟話一個低壓。發出1號戒備信，當時勒沙集結於香港東南偏東330公里，晚上換我吹清勁北風，離岸及高地間中吹過，所以勒沙繼續靠近環沿岸及繼續增強。天文台在10月17號上晝11時30分講下3號強風證，當時勒沙集結於香港之東南約400公里，在東北季風及勒沙共同影響之下，當日本岸普遍吹強風程度的偏北風，高地間中達烈風。隨住勒沙在5點最接近本港，在本港東南偏南約380公里內角，隨後勒沙繼續遠離本港並減弱。本港直受東北季候風支配，風勢仍然頗大。3日取消所有大船，同時發出強烈季候風信，直至第二日8時40分取消。天氣溫劣，隨着東北季候風環的東北季候風增強10月，本港氣溫顯著下降。當日下午清涼，普遍低10度。然而勒沙的外圍間中有雨，南部錄得20毫米雨量。好啊。好啦。跟住我要講埋個陰明效應。而家我講緊陰明效應啦。嚇？我什麼啊？我下晝係個好飽啊！嚇？買一個旱地粉嚇，好食啊嚇！陰明效應可能是蛙明效應，都係佢係南海中南部向西移動，東南風當熱帶氣旋，東北季候風喺華中南落嚟，香港喺東香港就喺東南風吹緊，東南風吹緊呢個形成個冇效應呢？如果佢係南或中南部，佢呢個東北季候風喺呢個形而影響香港呢？熱帶氣旋佢外圍環雨帶喺呢個產生陰明效應，佢定義什麼？由呢個陰明效應蛙明效應指什麼啊？住香港轉差，因為有東南同東北季候風交匯處，導致有降雨情況，都係類似一個雲雨帶因經常可成，例如呢幾日前一個星期封神。點解封神與強烈東北季候風產生一個陰明效應，導致一
有滯留風雲帶喺香港省出現，形成降雨。咁嚟緊都會有呢個情況，點解？因為嚟緊就會有一個颱風喺香港南部出現。而家呢個熱帶氣旋係香港主要受東北季風，而呢個熱帶氣旋外圍環繞帶正為係越南嗰邊帶嚟降雨。越南嗰邊呢？所以點解呢個？因為有兩個系統，東北季候風同埋呢個低壓的東南氣流交匯處喺呢個位置，所以出現降雨。然而降雨都會持續，因為個低壓喺度啊。低壓佢有東南氣流同埋東北季候風同東南氣流，佢都喺呢個附近聚會，導致都會越南嗰邊都會有雨落。OK， 前雨停啦。都係東北季候風啦，主導香港天，因為上面有高壓裡面帶來東北季候風，可以對台灣、香港華地區受東北季候風主導。冷空氣喺度，呢個西風槽喺度啊。隨住東北季候風而家喺度，到10月之後，東北季候風開始加強咗好多咁，有一個乾燥東北季候風會抵禦環岸，就氣温會下降，氣温會下降啦。氣温下降，呢兩日都會有下降趨勢。同一時間睇下南海中南部有一個新雲團啊，呢個低壓區。呢個低壓區佢的東南風與東北季候風喺環地區產生一個共同效應。佢即使佢唔係形成，但佢兩者唔同氣流為環地區帶來陰雨天氣，所以嚟緊都會有雨落。呢個係東北季候風呢，東北季候風，而我藍色指係嗰隻低壓區的東南風。都係有雨落，環地區可能有雨落啊。同一時間就睇下，隨住多後高壓脊東移咗啊，東北季候風開始有減弱，但主要佢唔係乾燥，係一般東北季候風氣温都係好低。同一時間西北太平洋又形成一個低壓，點解有低壓？西南風同埋東風匯合
形成一個季風槽。季風槽裡面有低壓形成。我可以再睇埋台灣裡面都有東北季風落緊嚟啊！同一時間裏仲有個低壓，呢個低壓會唔會去南海啊？暫時係佢會去朝鮮嗰邊多。點解？因為有個東北季風，東北季風又落嚟，知唔知增多咗？風力會加強，降溫。開始有降溫啦，有一個北風落緊嚟啊！開始勁啲的，東北季風開始落緊嚟啊！同一時間裏上都有個低壓，哇！呢個低壓未來佢有可能去呢度，有可能去南海。而同一再睇埋大西洋北大西洋個低壓，而家由呢一個4級氣旋風，佢而家現橫咗古巴半島一帶。我可以俾你睇埋未來佢係繼續減弱，向住東北偏東移動，時速14至26公里左右，向住東北偏東移動，移向古巴以東海域。首先佢登陸呢個，再登陸古巴，咁穿過去，對沿海地區造成一定嚴重威脅啊！咁樣行啦，隨後變為一個溫帶氣旋，因為裡面有溫帶寫住藤原，變成一個巨大咁樣睇住，到佢係併入去呢個溫帶氣旋主部分，到佢呢個會食咗，呢個冇咗啊！咁樣好啊，睇而家佢係3級風，佢而家喺度，未來向到東北偏東嗰邊，而家佢係3級啊，3級氣旋，佢登陸係5級氣旋，佢280公里，係一個好強烈大氣旋，佢比較早之前華加沙吹襲仲要高，華加沙230公里啊！佢華加沙係仲要高，華加沙仲要高。如果唔計算呢個數，淨約300公里啊！300公里，佢呢個300公里陣風衝，
佢陣風可能隔350公里啊，用非常強的熱颶風啊！對呢個造成嚴重威脅。關口嗰邊有一隻呢隻敵人係未來沿住副高邊緣，佢聽天文台已經講啦，佢會行去菲律賓。未來有2條路徑，一係沿住呢個去台灣，一直撲去嗰邊。呢日第日就靠呢個高壓如何指動。如果高壓偏向呢個方向，大約呢個方向啦，佢呢個熱帶氣旋會提早通過台灣。台灣呢個會通過。